我不看。没了。看你的，我这边的，我也会。这边是洗手间，这是新装修的。这个是咖啡叫啥名字？去哪儿啊？这边最高的那一栋楼是朗寓，66层嘛，66层，成都好像目前最高的吧。这片也是，有个乐高乐旗舰店，有特斯拉专卖店，还有很多，反正这边也是，晚上看应该很漂亮。但是整体这个圣诞节的那个打造，肯定上海应该排第一哦。好像上海有几个景点，外滩那边还有一个是专门搞那个，好像上个月吧，11月份已经开通了，但收钱的、收费的，打卡的那个地方，它是以德式风格为主吧。这一片全是卖电动车的，理想、蔚来、小鹏，还有以前那个捷恩斯吧，现在那个阿维塔这一片。以前有高火那个公司倒闭了，然后这个房子也是没开多久，这是阿迪达斯的，好像是这栋楼。
它有几栋，有几栋没有开，后面以前是一直没有开，是作为那个历史建筑吧，保留的那个保存的不让，好像后面就开，后面全部开了，这家开了，然后后面呢又有一个地方也开了，有一个是一个院落嘛，那种很古老的那种，都重新装修开了，然后。但是这个太古里这边很多店都关掉了，这边就大慈寺，这右手边就是大慈寺，大慈寺这边里面没去逛过，那前面就是艺术展，那个幸福光谱，就是圣诞的那种氛围那种。这边 IFS， 这有些店都没开，也关掉了。经济不好，经济太差了，一年比一年差。也就是说，今年的经济是未来10年里面最好的，那明年有可能是后面9年里面最好的。哇，再过1年有可能是未来8年以来最好的。这边还从上面看有点氛围，还是可以。这个地方看，这边有特斯拉专卖店，在前面右手边。它搬在那个位置，前面有个乐高的旗舰店，好像基本都是比较有名的牌子。SKP 那边说的号称是最全的，但是开业的第一天我去看了，人比较少，挨着环球中心嘛，环球中心对面就是嘛，它是在地下的那种。他们网友就看了，现在人也少得可怜，很少。别人觉得有点怀疑，我就说这么差的生意，人都没几个，一年有50亿的销售额嘛。对面有个那个天线那个339，它总的高度339米，但是这个旋转餐厅那个位置好像只有200多米，上面好像收费的，它收钱的，就这个尖的房子，还有50-60块钱吧，多少搞忘了，以前去过2次，带我们家孩子去的。这后面还有一些小巷子里面摆的小摊位，卖东西的。放下来遛弯吧，等一会儿去。这个最高那栋楼下面那个是国际金融中心，那个号称有2-3栋房子，下面有个商场，里面人都没有，开了几年了，里面也开了几家吧。开了2-3层楼，好像有电梯也开的，但是只有前几年我看只有2-3家，有个全家，有个超市在里面。后面断断续续应该去了1-2家，后面现在应该也非常差，生意基本没有生意。我们从那边下去吧，下去看一下电动车那边，那个前2天那个特斯拉的销售打电话，我在他们网站上登记了那个，我说问一下我的车子值多少钱，置换，然后哇，刚刚提交之后应该只有1-2分钟左右，2分钟不到吧。就这边打电话，然后说约个时间，然后我没有时间嘛。然后他在大悦城那个方向，这边是太古里，太古里那边有一家店。然后他是大悦城，我说也可以啊，到后面没有具体时间没定下来。我后面几天我开过去看一下我那个车卖多少钱，置换多少钱，然后Model Y的话23万多，那 LVSD 的话应该在29万多左右吧。然后车子
不管是任何车子，你置换的话，它有个补贴，补贴是12400左右。购置税是减免的嘛，没有税嘛，没税就可以。这边应该加起来应该就是3万多左右吧。就是国家相当于这边，比如说你这个车卖个10万块钱，但是折价3万，就是13万了，然后折价吧。比如说你买个29万的车，你补个16万多左右，26万多左右。就是不差价嘛。但这边人比较少，这个巷子人比较少，一直都很少的人。就说你这个车如果卖个是二手车，卖10万块钱，然后折价10万嘛，然后你买29万多，将近30万那个顶配那种，你再加3万块钱补贴左右，就是补20，也就补15、16万左右。但是我这个车69年以前是2017年的房，17年买的，那个时候买了54万多。车子肯定是贬值的，很正常，就是不知道卖多少钱。放下去吧，21狗狗，去不去？这个理想的那个米嘎卖54万多，58万多，58万59，54万多，45万多也有啊。这个车，我老婆姐姐买了个 L6，她一个人开嘛。就买的比较小一点的。理想的它每个月销量 L6、7、8、9，还有一个米嘎那个，好像每一台也就是在13000左右的销量，还是可以了。它新出了个，还有什么？蔚来没在这儿，好像以前他们。有蔚来好像搬走了，以前理想和蔚来是并安在一起的，那理想好像把展厅扩大了1倍。那边是理想零售中心，那个以前是高活的搬走了，那公司都不在了，破产了。这沙威塔现在只有2家了，以前有4、5家。还有一家特斯拉这个专卖店在里面。这边是酒店的。这个是博硕酒店，这一片都是博硕的酒店，博硕的。好喜欢。阿维塔的销量不怎么样，现在慢慢在增加嘛。它长安下面的，它不会存在像那种极越那种。烧了80亿，至少车是造出来了，每个月销量几十、几百、几千，在增加中，突然一下2天半时间就不在了，就破产了。凡凡，我们走这边，凡凡走这边，走吧。阿维塔。阿维塔的车子造型比较特殊，比较科幻一点。现在蔚来又出来了个新的，1T9，起步价是78万多，到租店的那种好像是67万嘛，76万了，我搞忘了。就是一般的那种4座的版本，它只有4座的版本，20多万吧。加完的话，配置加完应该加税的应该在90万左右。反正那个是目前国产车价格里面算是比较高的。其他价格就比如说仰望的 U9 160多万，仰望 U8 半晚139万左右。仰望的 U8、U9，还有方程豹5啊、豹8呀，还有长城的那个，国产的价格300万的也比较多，还有广汽的也有。这个是马家巷老宅院，
历史建筑，以前那些建筑是不让开店的，现在都开了，看吧？那就是阿迪达斯的。对，妈妈。这边房子都比较老，这边。这前面直走，挨着河边儿，河边就是这个爱情专线1314，长度在1.3公里吧，1314。还有东门码头，然后有坐船的，晚上坐游船嘛，那个白天50，晚上100。那个时候开通是疫情刚刚封锁的时候开通的，开通了之后人都没有。好，我们坐这边啊，好了，不啊，这个人太多了。哎，特斯拉专卖店就不去了。哎，反正现在那边现在也不买。我考虑去澳洲那边买，因为以后肯定有个车子才行，买个二手的啊、新的啊，到时看吧。反正现在我把油车也开惯了，开了之后开电车吧，电车。我看那个特斯拉的价格在澳洲那边都比较保值啊。苹果店的人一直很多。你来这没太阳。像这个店也重新装修，这个店也重新招商吧。重新装修。劳力士专卖店即将开幕，周生生，这边都是重新装修，以前没有在这个位置哦，都重新搬过来的。太古里这个实际的面积没有多大，就只有几块，啊，地下室也有，就地下1层，地面2层。但是那个销售额好像排第2，第一对面那个 IFS 最大的那个商场。以前的成都的人民心目中，以前是成都百货大楼、人民商场，那个商场都消失了，不在了，要么被兼并了，要么就是消失了。市中心以前有很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商场，现在都没有了。那边是金融会，像以前市中心的那个百货大楼、成都人民商场，还有北京环联、新世界百货，还有贸易百货、墨尔本盛，这几家这边都不在了，全部不在了。还有很多那种批发市场、服装批发市场也关闭了，都是因为这几年戴口罩的问题，自己把自己害了。在市中心以前的房子都是这种烂尾的比较多，一般都10多年历史，修个房子要修10多年，那好像现在还是有几栋房子一直没修好，包括华西医院对面那个修得更久。这是裸眼3D 这个地方显示屏，然后我自己看在网上有些播放量1、2亿次都有。
1亿次的我都看了几个，播放量将近2亿次的也看了个。这个以前这个地方发生火灾了，这个楼那个发生个小的火灾，1层嘛，但如果你后面没有多大，很小的火灾。现在这个显示屏修好之后，就最先开始是显示屏，下面3层没开，后面才开的。这是8K 的分辨率。后面那个像国庆呢，有可能圣诞期间有可能关的比较早，因为它人太多了，跑这边拍照的。后面有些我看有的次我听他们说是晚上10点半就关掉了，就把那些裸眼 3D 那些关掉了，要么就把屏幕关掉了，因为人太多了。晚上11点以下还有好多人，所以有些为了控制人流量那些。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搞那种，以前嘛是戴口罩嘛。那个下面是沃尔沃专卖店，沃尔沃的EM90那个。好，那个价格是推出的是80万左右，将近90万。它只有一款那个 MPV， 就是极客的009嘛，001嘛。以前那个长宽那些都是一样的，里面只是品牌不一样，内饰不一样。极客那个卖30-40万，有个4座版的好像50-60万吧。沃尔沃那个就是直接就一个车型，好像90万左右。应该在 IFS 里面应该有装修的比较可以。算了吧，就到处逛一下，只是简简单单逛一下，其他地方好多地方都没逛，太大了没必要去。好，我们下去，走吧。这边有个地铁站，那个这边人山人海的，然后还随时要排队。但是现在经济不好，影响我觉得我自己感受还是很明显。但是春熙路这边人流量还是很多，每天几10万的人流量嘛。这个成都有几条街说打造第2个春熙路，很多地方这样说，没有一个成功嘛。也肯定有一个在市中心，像天府新区那些号称春熙路，那边喝酒的只有几家。交趾大道2路交趾大道那边可以逛一下，晚上有可能那边氛围还可以。交趾大道那边挨着那个2栋楼，全是显示屏，那个就是成都金融中心嘛，金融城那个地方，整个一条街1-2公里那边看还可以。在那边主要是商场和那个它不是步行街。我不好这个，这人稀稀拉拉的，不能和苹果比。人流量根本就不能比，因为华为这边没有专门的店铺，苹果那边是直营店嘛，它这边没有华为的直营店，它单独都是零售店啊那些。哦，对了，我去看一下，买个那个刮胡刀，我以前买个飞利浦，今年温度比较低，好像这几天好像充了电用一份就没电了，应该报废了。用了10多年了吧，10多年，以前买了几百，价格比较便宜，没买多好，200-300块钱那种好像。那现在好像也用不了了，充电充不了，充能够用一会儿，充电的话有可能用个1-2次就用不了了。我准备去买个小一点的，一个剃须刀嘛，能够刮就可以。最早我买了一个飞利浦的89块钱，97块钱。我同学和我们一起买的，在那个他家楼下有个商场买的，用了10多年左右吧，10多年左右，还在后面没还是可以用，后面我不买了那个200-300块钱的，我丢掉了，就质量还可以啊。那现在这个就不清楚，这个是价格贵一点，但是充电的那个使用次数那个充不进去电了。
这个银石广场下面全是小吃，全部是小吃。银石广场下面地铁站嘛，地铁站现在就好多美甲啊、美容美发的那种东西，女孩子好多，下面全是那种。它那个店铺很小，有可能就1个平方、2个平方那个，应该有可能也是一个平方都没有，也很小的那种。里面密密麻麻全是那种，生意很好，人非常多。下面，你这边看上面没什么人，下面负1楼、负2楼那些人山人海的。现在几点了？哦，靠，马上准备回去了，17点了。这边就是献血的。那现在献血是没有人献血了。你现在这段时间流行了一个新时代的保命法则，就说你现在经济不好了，这有一个店啊，经济不好，然后你要不要去？加一跑。有很多个步子，就是啥，也包括不要献血，不要买股票，不要买啥，很多有。其实也不是很多吧，因为你经济不好嘛，你要控制一下，叫新时代的保命法则。对面那个苏宁电器，苏宁，它是上市公司。密室吗？密小偷，密小偷，密小偷。来个宝宝，哎，过来。我们走哪边呢？走哪边回去了吧，算吧，人太多了，太大了，逛不了，太大了。这边是有2个转盘嘛，这边有个小转盘，对面有个小转盘，它下面是地下通道、地下隧道，有个隧道，我脚下就是隧道，红星路下穿隧道，也堵啊，随时堵啊。它上面把所有的车子，这边有个下穿隧道，就一直走。然后骑车的、电瓶车、摩托车也从上面走，上面还走不通哎，这个地方围着的不让你骑，从城里面绕。这个房子好多，以前是东大灯饰城，以前是个批发市场拆了，才做修新房子嘛。后面发现那个古迹，这里边一片都是古迹。全部是那个挖了文物了嘛，文物方面肯定就不让动了嘛，就不让动，后面就闲着，一直也没拆，就一直这样子，就丢了10多年了。这边是香槟广场，这一片的香槟广场、银石广场。香槟广场上面还有平台吃火锅啊那些的。这个春熙路100多年历史，100年春熙，在全国还是前几位吧。就是北京王府井、上海南京路、成都春熙路、西安，还有西安一个那个也有，大唐不夜城好像是。西安的还有什么比较出名的？步行街那些，它这个规模在中国嘛，步行街里面前几位吧，但人流量还是很多，比较火爆，人气很旺，好多年了，基本上春熙路也就是步行街里面，应该top前2、3位吧，不是数1嘛，也是数1数2吧。哦，武汉也有，都有，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啊。每个城市都有步行街，是人气这么旺的没多，全中国也没几个。所以说有些地方打造所谓的第2个春熙路，应该目前整个成都还没有吧？成都比较旺的就是建设南路，那边有个电子扩大，然后学生的宿舍在那边。那个位置那边人很多，吃的东西特别多，然后那边商场也比较多，有8、9个商场，那边全是学生嘛，然后
内饰比较多，距离春熙路也不远，2公里2公里左右。这个房，这是图片里面那个是那个合江亭。合江亭就在前面1公里不到，几百米。菊园桥方向。1924百年春熙，百年金街。1924年才有的。哦，1924。喂，我要走了。走了，喂。走了。这边矮的房子就是四川省政府，好像重新装修了一下，以前还矮一点。昨天天气还比较冷，今天一下就出太阳了，应该12、13度左右。昨天室外温度应该只有3、4度左右。公交车的话就是1924年才有春熙路啊。160